所以去嫁予施明良，你嘛失去做律师的机会，所以你做婚姻的，对无？现在我代志拢知影，你讲，你到底什么人？我是一个足了解你的人，可是若是有一个赚大钱的机会，阁有当互迄个施明良失去做律师的机会，你毋知有兴趣？你即马是讲啥？我知影这个代志哦，拢毋是上重要的代志。我的计划若是成功，我的确会当互迄个庆兰转到你的身躯边哦。我听讲哦，马当属对一个少年企业家，今仔见面啦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来，坐。多谢。王董诶，你若这样客气啦，你是商界名人呢，以后还阁请你多多指教咧。指教是不敢当啦，也毋过我王天生会当伫商场有这个地位啊，我完全是讲义气，这有钱大家赚嘛，这是我的观念啦。咱初见面，你较无了解，以后你就会知影。王董诶，其实哦，你已经甲我讲过真侪你的代志啊。丽丽啊，你应该袂伫马当甲前讲话歹话吼。王董的做人啥款，同人知啊，哪有啥物歹话通讲咧？啊，毋过哦，我无经过你的同意，就甲马董的讲你要投资电脑公司的代志啊啦。丽丽啊，这件代志吼，你若讲互别人知，我一定会足生气的。也毋过啊，你讲互马当的知，我不但袂生气，而且要甲你好好嘉奖一下。哦，王董事长，你遮尔器重我，甲以前咱也无熟悉啊，敢讲我有啥物所在，值得你对我特别看待啊？我一向啊，拢真介意甲少年人做代志。一来，因少年有活力；二来，我真爱贴合少年人。丽丽啊，是我上信任的经理，伊上知我的个性。马当，叫我尊称就好啊。少年人豪爽，我欣赏。尊生啊，我要投资这间公司吼，不但稳定好，而且有发展。将来迄土地啊，若改建，咱才趁50亿。我若想家己要投资啦，也毋过啊，资金实在是太大咧。王董诶，我参加投资会用一啦，也毋过我有一个法律顾问。这你放心，你若投资啊，这件代志完全交予丽丽，甲你啊全权来处理。王董诶，你的决定是有够快，无怪你咧商界遮尔有人会。多谢你好乐我。丽丽啊，找个时间啊，将投资案向主席报告一下。王董交代的代志，我会办好。主席啊，咱今日初见面，我感觉吼，你甲我作为呢。来，我请食饭。哦，王董诶，食饭吼，咱连工再搁安排啦，先办公司较要紧。啊，好啦，啊无连工就连工啦。等下，我先送马董来倒来公司啦。好，顺行啊，王董，我先来走。无啥哦。丽丽，等一下啦。什么代志啊？一家要投资遐尼侪钱，我是咧想讲，若万一……哎哟，王董的并无爱你一定要投资偌侪钱啊！你会当家己决定。我最主要是想要甲你斗相共，我不爱看你心肝这么艰苦。好啦，我听你的话，咱到底哪找明了？你先去，我要去找庆来。你找个人要创啥？你莫问遐济啦，我所做的一切拢是为你好呢。但是来办好势，我会去恁兜找你。我先来走。亮亮，哎，正清，他来有闲通来，来，坐。好。看起来你的业务阁真无用啊。无啦，饭你的福气啦。啊对啦，啊你这大事业搞这无用着，哪有时间来我这？一定有啥物指教吼？当然嘛有，你袂记啊？阮阿爸要出国以前，有聘请你做阮病院法律顾问啊。对啊，啊是朋友有啥物代志噶？无啦，病院真顺遂啦。是我最近要转投资一间电脑公司啦，我希望你当代表我去遐对方谈判。这是一件真大的投资案呢。当然，若有成功，我会照规矩互你空米上。啊，这是，哦。俊生，
这件投资案金额真大呢。虽然吼，你的事业真济，而且资金的调度是无问题，我是感觉你这投资案遮大着，爱好我考虑一下哦。所以我毋才专工来找你。有关这件投资案所有法律问题吼，我希望你让专权负责。我安怎？你即摆是大律师啊？我即款小 case 你无想要做？啊是你讲要斗三工，拢是嘴讲讲的尔。毋是啦，我哪有这个意思啦？啊无你即摆是啥物意思啊？好好好，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接落来安尼毋就好啊？对啦，安尼毋才是我的好兄弟。安尼啦，我这资料留喺遮，你豆豆看啦，我先失礼。喂，阿母，啊你讲要甲天到白去买物件，哪会买遐久啦？害我遮尔烦恼着。啥？袂晓坐公车？袂要紧啦，坐计程车就好啊。好啦，啊较紧的呢，明良嘛要下班啊。嗯。啥？小姐，我真痛着。你是毋是会当甲斗掠出来？阿公，我电话袂关呢。等一下。冰凉等下。冰凉，冰凉，冰凉，冰凉。景兰，啥物代志啊？冰。是咪囡仔？啊，我拄下班转来，你问我囡仔。哎呀，小伟，小伟谁啦？小伟谁啦？你放无去啊啦！谁来放无去啦？我哪知？啊，拄则有人咧试电铃，我门一开，一个欧巴桑就甲我讲，叫我甲伊去抓错啊！我一顿啊，小伟就跑无去啊！你是讲咱小伟叫跑无去？我嘛唔知。景兰，你谁来做老母的？你这囡仔讲袂好势啦！你们现在才花大声啊！你迄叫我呢？阿母，阿爸，小伟跑无去啊啦！啊，无去。小伟跑无去啊！阿爸，你先咯！阿爸，报警啊！阿爸。请问恁遮有咧带红兄无？有啊。因为我无闲啊，无时间带囡仔，想要委托你一个。来来来。哎呀，这来就够钱呢。哦，我靠！我只5万块，你先收来。我无闲，我先来走吼。哎，稍等下啦，迄资料甲我填一下好无？好啦。乖，我设定啦，我留一个电话互你吼。到时若有啥物代志，你才打电话通知我。是的，我先来走吼。哎呦，安奈安尼啦，你雄雄讲讲，啊囡仔等下我来讲做会走。真心，你到底是走去倒啦？咱遮尔久才转来？我都甲你讲过啊，我去找庆兰处理一寡代志啊。我听讲庆兰囡仔去用偷跑去，你讲是毋是你偷跑的？是啊，啊若无，我是去找伊创啥嘞？你是安那边咧做啦？敢讲你毋知人偷跑囡仔这是犯法的？我毋是3岁囡仔，我当然嘛知影偷跑囡仔是犯法的。既然知影，谁让你要地方犯法啊？俊信，你要免我进前，请你小我想看卖好无？我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我安尼做是为着啥物人？我一直拢是为着你呢。为着我？我知你即马心内还阁做爱庆兰的，啊，毋过
人都已经结婚生囝啊，即马就算讲你甲心肝拗出来嘛是无路用啦。我讲过啊，若是要得到庆兰，就要利用伊上需要人斗相共的时阵，你去甲帮忙。我有时阵感觉我已经有够卑鄙啊，也毋过想袂到你竟然比我较可怕。因为我爱你，你即摆在讲啥？我毋是一个随便的查某，假使我若是介意的人，我干嘛爱伊一世人？你这毋是矛盾，你明明知我爱的人是庆兰。我当然嘛知影，啊，毋过为着我爱的人，我替伊所做的一切，伊若是欢喜，就算讲我吃亏，我嘛是心甘情愿啊。你，好啦，咱即摆莫讲这啦，你先甲我讲，你踮咧甲囡仔送伫倒？我袂晓甲你讲，啊，毋过我甲你保证，囡仔放伫一个最安全的所在，伊嘛最平安的。假使讲，你若是要得到庆兰，只要你讲一句，我就将囡仔抱转来。哎呦，哪会这歹运安尼？明阳，啊，天外即摆安怎？不要紧啦，虽然讲我袂精神，不过医生讲无性命危险。哎呦，太安尼啦！啊，连伊囡仔拍无去，连伊添到心脏病发作，啊，哪一寡衰尾都拢斗阵来啦？拢是我唔好啦，我若是卖出去，囡仔嘛袂拍无去，阿爸嘛袂出代志啊。庆兰，即摆讲这拢无路用。阿母，阮阿爸才拜托你照顾，我甲庆兰来找囡仔，若真正找无，就要报警察啦。好，还紧去吼。亮亮，我听讲天我边送来只急救，人伊即摆无要紧吼。即摆是真稳定啦，只是小伟都无代无志，咱跩去互偷抱去，到即摆又搁找无啦。发生即款代志，上界艰苦一定是做老母的庆兰啦。庆兰，你莫伤心啦，我相信贵人自有天相，小伟一定真紧就当找回来。无我甲你斗阵来找啦。俊生，唔免啦，我甲庆兰来找就好，吼，唔免麻烦你。真好，一切哦，拢有照咱的进度，甲咱的计划咧进行。丽丽啊，代志若成功了后，我会好好甲你奖励。我无遗憾你啥物奖励，我敢若希望讲代志办了后，你会当将阮阿爸的所有权状还我，而且注销内底所有的债务。迄是当然的啊，我会照你约束去做。也毋过吼，我叫你去甲马俊生安尼搬烂，我心肝底。我来真唔甘呢。请你较尊重了。好啦好啦，我只不过是讲要你明白，咱两个中间毋是干那条交感恩尔，人是感情的动物啦，做伙久，总嘛是有感情的，对。歹势哦，我会来你的公司是为着阮阿爸的债务，其他的代志免讲。喂，丽丽，哦，育婴中心，红影要食什么款牌子的牛奶粉？哦，我是，我是因翁啦，嘿，哦，我来看卖咧。喂，你哪会当接我的电话咧？拄则你袂记摕啊电话响，我好心替你接。假无？对啦，是谁敲来？你哪很紧张啊？只不过是一间育婴中心卡来啊。要问你讲，红影要食什么款牛奶粉啊？丽丽，你当时生囡仔，我哪会唔知影哈？你是咧有袂讲啥啦？对啦，啊你拄则伫电话中讲你是阮翁，是啥物意思哈？我是好心要甲斗相共，要替你解围啊。今日你无面子，所以我讲我是恁翁啊。以后我私人的代志，唔免你管啦。等下，假使你若人偷无囡仔，我就要管。是啥人偷无囡仔？你是咧有袂讲啥？你是咧有袂讲啥哈？丽丽，你嘛免很冲动，我是要甲你斗相共的。不过，
我要提醒你哦，咱的目标是马俊生，唔是施明良。施明良，你哪知囡仔是施明良的？我拍电话收律师，伊的秘书甲我讲，红影叫人逃跑去。拄只接上电话，我知影阮囡仔叫你逃跑去。哎，丽丽啊，我是明明白白，你到底是安怎来做？我讲过啊，我的代志唔免你管啦。好，我莫管，我莫管。也毋过我已经答应讲要去看红影啊。到时义英中心的人若无看到我这做老爸啦，到位，敢袂怀疑？你放心啦，我是好心好意要来斗相共的。你嘛莫直直甲当作讲我是一个真现实的生理人。当时啊，我原来真重感情的呢。向南飞，敢会温暖？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。小姐，这个囡仔饲你哦。哎呀，安尼看囡仔呀？啊，这位是姓王啦，是因头家啦。哦，囡仔还没食饱啦，你啊坐坐，等下互你抱吼。唔免啦，啊囡仔好势好势无？有啊，足乖啊。囡仔若要食啥物牛奶粉哦，就互你烦恼啦。若后壁爱需要啥吼，你尽量去买。钱若无够，你才打电话给我。好啦，我知。歹势，我来走吼。啊？歹势哦。安那呢？世间哪有这款爸母？我来看囡仔，连抱都无抱，啊，我着搁对走。哎，丽丽啊，丽丽啊，你迄都唔对啊嘞！我走就走，哦，别人看起来，咱敢有是翁某是？谁甲你是翁仔某？我讲过，咱俩之间敢若只有条件。假使以后，你若是搁有白讲，我着对你无客气。丽丽啊，你何必了安尼嘞？我也是要斗相共呢。也毋过有桩代志，我要警告你，你甲俊生的关系爱照我计划进行，上好是毋通假戏真做哦。我知啦，我知我应该安怎做。弟弟，王大海，啊，恁咧讲代志了？无啦，我甲丽丽吼去开会拄才转来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我都入去公司找恁无啦，等下想要转去，想袂到拄好直接拄着你。你知有代志哦？是关的到处安尼代志啦。哦，那安尼你慢慢来讲啦。非典吼，这代志我交你你啊，专权处理啊，我入来去。俊生，你是毋是要我讲明良甲庆来的代志？弟弟，你甲囡仔偷步走，敢有欠人伤心尔？安尼做敢这个有路用？当然嘛有路用啊！明良迄边，我另外拍算。煞咧，咱是要安怎做？你即马甲我斗阵去因兜，我招伊去办你签约的代志。我会做机会互你，会成功也袂成功，都要靠你家己啊。我无法度接你案件啦，我已经甲你案件交予别人啊。毋是讲我看你无啦，我真正就有困难，歹势啦，失礼啦吼。你安尼哪会用啊？甲所有的业务当中摕掉，安尼别人会安怎看你？我连我家己的囝我都无法度保护啊！我有啥物能力去养病吼？囡仔拍无去，甲你的业务根本就是两件代志，是安怎你要谈做伙？我就是无法度啦，无法度袂用的哦。你敢若会晓发脾气啊？发脾气囡仔敢会找会有？你即摆一定咧怪我，怪我哪会这么无细腻，连一个囡仔都拢顾无好。庆兰，我都毋是咧意思，我心情真正足歹，你知无？你的心情歹，我的心情敢会好？俊生讲了无毋对，囡仔拍无去，做阿母的心肝是上艰苦的，你知无？好啊啦，大家心情拢无好，这个时阵啊，拢爱较冷静咧，想袂无好话啊。啊，翁仔某，咱互相吞忍，较减讲几句。